新北土城的中央路二段有一個女性，伊逆雨傘去互大風掀甲開花，規人是在倒退，毋過後一秒竟然有一塊大地的灰仔磚，一個太魯對空中摔落來到塗骹。加知哦，這個女性是先去互大風掀甲倒退來逃過死劫。另外，公司的記者是去到淡水，感覺到講哦，風雨愈換愈強。在淡水的觀潮廣場這一帶，可以明顯的感覺到越晚風雨是越強，而且能見度也不好。就在不遠處的淡江大橋，也霧濛濛。受北季風台影響，淡水河是長滾。老街店頭攏有鐵門落來，門口攏囤好沙包。當地里長也佇較低所在準備好抽水機。300-500包的沙包，讓當地的我們的店家能夠擋在外面。里長騎機車巡視里來狀況，拄到強順風愛先減速停落來。毋但淡水風大雨大，山區也強風大雨。三甲811管道1公里的所在，雨水滲落來，衝起道路還佫有土石。811樹往花會園的方向，路邊搖邊看崩塌，真危險。雨落袂煞，大炮溪水頭正串流，水位也淹到邊的腳仔。風災或者好大雨的時候，就會像這樣子，突然暴漲。然後就會一直上升水位。驚險的畫面佫發生在新北土城中央路二段，一個查某人的雨傘被強風吹甲開花，人也對咧倒退路。啊，毋過就佇下一秒，一大塊太魯為頂懸落落來，落甲脆糊糊，驚險逃過一劫。路上也陣陣的強陣風，星期六發生一個店頭看板落落來，路邊停的4台機車受災殃，好佳在無造成人員受傷。我記得我昨晚講咯，等下因水叫到水坐落來啊，點外進落來啊。蘆洲復興路也發生鐵片互強風吹飛去，掛佇電線以外，目前已經排除現場事故。板橋國民大道一段也發生路樹倒去，阻礙交通，好佳在已經排除完成。市區的陣風就是從10級已經逐漸減弱到6到9，原來郊區從11級。已經逐漸減弱到9到10，新北市各地還是有局部的陣雨，山區的降雨量大概是100到200。桃園也提醒，雖然雨勢風勢轉好，較地災區依然愛準備好。到5點半，新北市府統計災情通報201件，路樹倒96件，其他是圍籬電線、扛棒落落、停電等零散的案件。記者綜合報道。